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與主親近，述說主恩。今日有兩段經文，第一段喺雅各書4章8節上，你們親近上帝，上帝就必親近你們。第二段經文喺詩篇73篇28節，但我親近上帝是與我有益，我以主耶和華為我的避難所，好叫我述說你一切的作為。小故事講到，一個婦女同佢嘅大家庭生活喺一間非常擁擠嘅小房間裏邊，佢每日忙碌嘅工作，賺得些少嘅微薄收入為生。但佢對信仰同埋對神嘅熱愛，常常深深嘅感動咗好多人。時常都有人問佢：你點解能夠同神咁親近嘅？你咁忙，又冇咩地方可以獨自安靜喎？佢就回答話：我有地方同神交通㗎。當我諗起將世界關閉喺外邊，同神親近嘅時候，我就坐低，將個頭埋入喺我嘅大工作裏面。呢一個就係我同神獨處嘅唯一方法啦。我哋嚟默想，親近主係好得無比㗎，但係我哋係咪有好多藉口，話冇時間，冇環境讓我同主親近呢？放低手上面嘅工作，合上眼睛，同佢親近啦。哪怕只係短短1-2分鐘，亦都係寶貴㗎。今日兩段嘅經文咁話：你們親近上帝，上帝就必親近你們。但我親近上帝是與我有益，我以主耶和華為我的避難所，好叫我述說你一切的作為。我哋一同禱告啊！親愛嘅天父啊，當我哋親近你嘅時候，你就親近我哋，我哋生命就改變，學習更加像你。主啊，我哋親近你，求你嘅愛滋潤我哋嘅心靈，扶持我哋軟弱嘅信心。即使我哋生活忙碌，我哋亦都可以隨時隨地咁同你交通，親近你。感謝常常陪伴我哋嘅主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